今集會同大家去到有貢茶之鄉嘅伍家台茶園，跟住再去有網紅浮橋之稱嘅獅子關，夜晚就會去遊覽宣恩市嘅夜景。精彩嘅內容你唔好行開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今集會同大家由湖北嘅恩施揸車去到宣恩縣。大家好，我係多士貓。早上我哋喺旅兒城嘅酒店食完早餐，就開車前往宣恩，車程大約需要1個小時。去宣恩縣，我哋主要遊覽嘅景區有伍家台茶園、獅子關同埋遊覽宣恩夜景。好啦，我哋開咗大約1個多小時嘅車程，到達咗伍家台茶園。呢個景區係免費遊覽，唔需要購買門票。呢個茶園周圍嘅環境保養得唔錯，而茶園依山而種，錯落有序，眼前嘅感覺好似一幅幅碧綠色嘅梯田。而喺呢個茶山較高嘅位置，仲有一個古色古香嘅涼亭，我航拍俾大家睇下。呢個茶園嘅景色加埋周圍嘅霧氣，望過去就好似一幅山水畫。我後面有個3層嘅涼亭，就叫做隆恩亭。而隆恩亭呢個名字就係代表謝主隆恩嘅意思，應該係為咗答謝當年乾隆皇帝而所建成。好啦，參觀完茶園，我哋就開車去獅子關。先俾段旅拍影片俾大家認識下呢條網紅浮橋。我哋喺獅子關嘅景區外邊食咗午飯，跟住再開車過嚟景區嘅售票處，都已經係下午嘅1點半。呢個景區係需要購買門票嘅，而門票嘅價錢就係每位成人120蚊。而購買門票後係可以自駕開車進入景區遊覽。如果係冇揸車嚟，亦都可以俾30蚊乘坐景區內嘅觀光車遊覽各景點。獅子關呢個景區除咗有網紅浮橋之外，景區裏邊仲有峽谷、瀑布同埋汽車衝浪等等景點。整體嚟講，可以預1至2個小時去遊覽。而景點裏邊全程遊覽嘅路線都係單程路，一定唔會行錯路。好啦，我哋架車到咗網紅浮橋嘅入口啦。呢條浮橋全長約400米。當你開車行過浮橋嘅橋面，整條橋都會上下起伏，架車就好似架船一樣響水上漂浮。而你坐喺車入邊就有坐船嘅感覺，
浮下浮下。開車經過呢條浮橋係冇限次數嘅，你有時間可以自駕行多幾次。雖然響浮橋上邊自駕體驗非常之獨特，但係溫馨提示大家都要注意駕駛安全。好啦，離開網紅浮橋，我哋就準備出發去衝浪區啦。呢個景區嘅好處就係沿途都可以坐喺車入邊欣賞唔同嘅風景，唔使落車行。我哋過埋最後呢個衝浪區，繼續向前行就係景區嘅出口。我哋離開獅子關，跟住就開車返去宣恩市入住酒店。我哋喺酒店稍作休息之後，夜晚就去遊覽宣恩嘅夜景。宣恩嘅夜景之美，被譽為湖北嘅小紅崖洞。當晚上供水河畔兩邊嘅燈光亮起，整個夜景街區都會燈火通明。依家我行緊呢條橋，就係全國最長侗族嘅風雨橋，整條橋都掛滿咗燈籠，配合埋復古嘅建築，就好似現實版嘅《千與千尋》。宣恩嘅夜景集中響供水河嘅兩岸，呢度除咗有免費嘅音樂噴泉同埋傳統嘅打鐵花表演，響不同嘅時節仲有傳統嘅舞蹈表演添。響呢個澎湃嘅音樂噴泉兩旁嘅商業街裏邊，有好多特色嘅傳統美食同埋各式各樣嘅文創手信店，可以行完街又過嚟睇下表演，睇完表演又再去行下街，整晚都非常之充實同埋滿足。如果大家覺得都未夠，仲可以坐竹筏暢遊呢個供水河，而坐竹筏嘅票價就係90蚊一位，可以響微信官方小程式購票。而竹筏開船嘅時間一般響每晚嘅6點鐘至晚上嘅10點鐘，
每隔半個小時開一次船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呢一集嘅介紹。下一集我哋會介紹恩施其他嘅旅遊景點俾大家睇，到時大家記得留意觀看啦。好啦，鍾意呢條片嘅請你幫忙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睇。喺度呼籲下，未訂閱嘅朋友請你幫忙訂閱啦！你嘅訂閱係我哋做創作人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條片見。